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杨祖和，欢迎收看1月3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根据了解，政府当初时一日起一间活动中心，就是希望提供给市民休闲娱乐的基本权利。不过，因为即马收费传出要起价，嘛，予议员李启维特别召开记者会，希望民政局要重新检讨，伊呼吁政府不应该将活动中心当作是趁钱的场所来出租。新科议员李启维伫父亲李文正陪同召开记者会，表示活动中心是公共财产，应该是鼓励市民使用上基本休闲娱乐的场所。不过，以南区某3站楼活动中心为例，每一站楼拢卡拉 OK 设施，一站一个月收4000，规栋都要12000块租金，对你办公处嘛是一个庞大的负担，所以要求民政局重新检讨，调整收费的标准，避免民怨。其实活动中心上，阮的一个认为这就是市民这应该就是政府市民安尼去休闲安尼去会当安尼去去活动中心安尼使用应该是一个上较基本的这政府无应该安尼甲伊当做这盈利的一个地方安尼迄个收租金还是这租金有哪迄个里面安尼感觉负担真庞大啊无法度接受这有必要安尼来做一个检讨啦对此，民政局驻地行政科长刘秋玲表示，活动中心定有使用管理办法，其中针对场地收费嘛有一定的标准，不过考量里面使用范围，所以因会依照使用的坪数，搁再增加一个级数，重新检讨。会长嘛强调，并无乐团有新政府就任以后变相起价，其实是去年新计设纠正以后，重新回到原本法定的收费标准。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为着要打造更加优质的休闲环境，市府争取到前瞻计划当中省定资深的补助，针对着台南市各区的公园进行改造。其中，位伫南区的民和公园，未来也将会成为全台南第一座地景式的游戏场。即马改造工程也持续咧进行当中。议员林美燕伫咧3号下午会勘的时阵，针对着公园内底未来设施以及即马的工程进度提出建议，希望工务局会当来改善。来到南区民和公园，会当看到公内侪所在拢咧施工，这是工务局利用前瞻计划当中的省定资深补助，对台南各区的公园进行改造，希望打造更加优质的休闲空间。而针对民和公园，工务局嘛打造全台南第一座的地景式游戏场，利用公园内土地打造一个真特别的蹦空出流笼。同时，嘛针对园内步道进行修正。议员林美燕3号下晡特别邀请工务局会勘，针对工程进度甲设施安全问题提出建议。针对儿童这个部分这个游戏这个部分一些设施事实上我们有看到，虽然利用现有的地形去做一个改造。去做改造，但是问题是还是必须有一些必须要检讨的，因为有潜在性的一些危险，所以我们今天在请的相关单位必须要就是面对这些危险性去做一个检讨，甚至做一个改善那当然这段时间因为长期3个半夜的一个工期，已经影响到周边的一些运动的人那而且也跨了元旦跟春节，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既然已经在元旦的时候没有办法提供出来场所的话，我们希望在春节的时候，春节之前能够把这个工程完成。然后到了春节的时候，有个场所给我们所有的台南市民，只要运动也好，你那得来时阵要来佚佗也好，一个场地啦，所以要求他们在工期里面能够尽量来缩短，在春节这样把它完成。针对议员建议，工务局嘛表示，将伫无影响工程品质的状况加速进度，同时设施安全问题嘛重新考量。
等待游戏区完工，民和公园绝对会成为小朋友上喜的一个游戏场。干木局嘛希望民众会当多多配合工程。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着要协助市民会当更加方便来治疗死神肝炎，卫生局甲柳营基美合作，去年开始伫咧下营地区来开设着4间的特别门诊，利用着健保给付的口服药，有效来帮助当地民众治疗死肝。3号上午也特别来举办着成果发表会，希望鼓励其他的患者来接受治疗。肝病一直被称作咱的国病，其中台南市嘛是肝炎的高流行所在。嘛因为慢性肝炎如果无好好治疗，可能演变成肝硬化甚至肝癌。过去4间的治疗拢是以治肝老素为主，但过程会造成民众无爽快。所以卫生福利部对1806年开始有条件给付新型的4间药物。对此，卫生局嘛特别甲柳营基美合作，伫下营区开设特别门诊，提供附近的民众更加方便的治疗。你有C型肝炎抗体阳性，进一步检查，如果血液中有C型肝炎病毒，就可以接受C型肝炎的治疗。抗病毒的治疗，目前用口服抗病毒，副作用很少，几乎完治率都高达98%以上。所以，如果有C型肝炎抗体阳性的病人，尽早到医院或是到下阳卫生所来接受检查。3号上午，卫生局嘛举办去年特别门诊的成果发表，总共治疗64位患者，治疗率已经超过96%。其中黄伟哲嘛特别出席关心，并且强调，只要有关人民健康的政策，市府拢会持续推动。细肝防治是全国的政策，要在2025年让细肝绝迹。我们看台南的肝癌发生人数死亡率，106年有816位，不可谓不多。所以说，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尽全力来配合。即使中央的我们要尽全力来配合中央的政策。那如果中央的款项不到，由市政府的预算我们要支应。因为细肝已经有新的这个治疗方法，而且治愈率高达99%，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今日不做，明天一定会后悔。所以守护健康的事情，台南市政府一定尽全力跟健保署它来配合。那我们也希望说，市民朋友们能够不要讳疾忌医，不要觉得肝病是一个很不好意思去看医生的疾病，该看医生就看医生，及早治疗能够还我健康。伫今年开始，卫生福利部嘛将新约的给付标准放宽，只要确定是4间地档，嘛希望民众会当多加利用。同时，卫生局表示，这种特别门诊未来嘛可能拓展到台南的其他地区。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要管理一个病院并无简单，因为病院并不是单纯为着要赚钱来开设的企业。理事也会兼顾着关怀并且主动协助病人的角色。基美病院伫咧邱仲庆院长的带领之下，出版了这本病院管理的私房笔记，内容就描写着有关如何经营以及医生甲病人之间大大小小互人感动的故事。为着要让社会大众会当更加了解到病院内部要如何来经营、如何运作，基美医学中心伫咧院长邱仲庆的带领之下，将10外档伫咧基美病院的经营心得，以及侪医生伫咧基美病院行医的时阵所经历的温馨故事，透过顺畅的写作方式，编成这本病院管理的私房笔记，带来读者慢慢的欣赏。那我想，不管是这个医界的人士，或者是不懂医界的人士呢，这本书都相当适合推荐，因为它这个写的不会很生硬，一般是从理论开始，然后配合故事，那有一些实际的案例呢，那将奇美医院这几年所经营发展的案例呢，来向各位介绍。那里面有很多这个经营管理的理念，还有一些员工他们这几年的心得。那特别也是有些在上课的时候他们的心得记录下来。那这个对很多民众来讲，也可以多了解这个医疗运作的情形。这本医院管理的书，是把这个院长在奇美医院10几年的经验跟心得，
把它整理出来。那再加上呢，他在 EMBA 上课的系统性，有一些学理跟实务。那希望说，外界的读者看了这本书以后，能够了解医院的运作，也能够知道奇美医院为病人服务的一些事迹。良善的医疗，伊根本是爱对爱出发。这本病院管理的书房笔记，不但描写经营病院的方式、甲历经的故事，也探讨管理的理论要如何实际来执行，引发大家思考，要如何共同让咱台湾的医疗环境会当愈来愈好。台湾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所以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一般天气一寒，就会想到要食火锅。原本经营食甲饱的火锅店，对去年底开始来改变着经营的模式，推出超市火锅的新品牌，也就是消费者要食偌济、客偌济，家己控制分量甲计数。业者表示，创新的经营以后，已经成功来扩大着食甲饱的消费人潮。要食偌济、摕偌济超市火锅，伫咱台南的连锁餐饮集团当中，已经经营8档的食到饱火锅店，嘛要加入增强。伫去年11月试营运以后，伫2019年初正式开幕。特别的是，一间店内就有智慧机器人来销价，甲人客互动，成为最佳人气。超鲜的日本飞毛和牛，肉质软嫩又没腥味，吃过吗？听到机器人的销价，实际来到冷冻柜各种新鲜的火锅肉品种类较全。当然，若介意食青菜，台湾地上的各式各样嘛拢洗好，固在里间。摕一个菜篮，就亲像伫超级市场买菜，想食啥物料家己摕，嘛让控制分量甲计数。计数以后，搁再开刀，吸引袂少人排队来体验。就像回到超市一样，对啊，然后。就想吃什么自己选，然后蛮透明的，然后就食材看得到这样，蛮多样化的嘛。对。那事实上，超市国物它就是结合超市跟火锅店的概念。那为什么会有超市的概念？现在人其实在于超市里面，他会选择自己想要吃的食材，而且呢又符合他的预算。那一般来讲，在超市里面，他可能要回家煮，而且要自己洗食材。所以我们开立了一个超市国物的概念，就是他可以在这里选择他喜欢的食材，并且在我们旁边的火锅区，他就可以直接在煮制的过程中享受他刚刚挑选的食材。他喜欢多少食材、多少价格、多少分量，都由他的高度选择。而且我们为什么叫超市国物的定位？一般市场上目前都叫超市火锅。那超市火锅大部分都是共锅，2人、3人、4人为共一锅。我们会选择锅物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让消费者可以选择自己的食材，可以跟朋友一起分享，但是拥有自己的一个小锅，所以我们是1人1锅的概念。假使天气一寒，就想要食火锅。现在这款超市火锅的创新品牌，除了跳脱传统的经营，也佫有外在高级肉品甲水产通好选择。业者表示，目前因全台有将近50间分店，靠着集团优势采工能力，钱唔免讲，整地路线伫试营运期间嘛扩大食到饱的消费族群。大部分民众一来，大概都有一个概念说，哇，你们的肉品海鲜卖那么便宜，你们到底要怎么获利？所以我先跟我们的伙伴跟还有我们的消费者说明一下，我们都是超市起家。
好 ，OK， 那是目前全台湾在我们的集团里面有7个品牌，楚马是第7个品牌。那这个品牌里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前面的6个品牌都是以吃到饱。那吃到饱的一个货品量一定要非常大，所以我们拥有的大量采购议价的能力。所以在我们的一个冷冻冷藏的一个挑选的食材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用最接近市场的一个优惠价格提供给我们的消费者。根据了解，平均一个人客消费单价大概350到500，当然若想要食较澎湃，平均500到1000块左右。欢迎介食火锅的民众前来体验。台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由星云大师所提出的寺院学校化作为道场的方针之一，所以全台湾各地佛光山道场对2003年开始陆陆续续来办理着林间大学以及社区大学。每一学期报名参与学习的学员人数超过1万人。每一学期所开设的课程总数超过500门，也提供予当地民众一个学习的好所在。南台别院也举办了新歌发表会，展出了侪学员的作品，同时也阁有才艺表演，活动精彩丰富。会使看到30号下午佛光山南台病院非常的热闹，因为刚好是全台林间大学举办新歌典的日子。过去新闻大师提出4院要作为社会甲新闻教育的中学，所以伫全台各地佛光山道场拢开始推动林间大学，或者是社区大学，提供社区的民众一个终身学习的所在。伫各地林间大学拢提供非常丰富的课程，包括画图、陶艺、书法，甚至阁有跳舞、乐器表演等。林间大学的校长慈容法师欣赏现场学员的作品后，拢感觉非常优秀。但是，伊嘛希望所有的学员会使持续学习，千万莫停落来。不要认为说会学人呢，哪怕讲学校要毕业了，他就很开心啊，即摆唔免读册咯，啊，摕个包包，摕个带到监管去面哦。现在我可以自由玩啦，啊，读书很累哦，很苦哦，要考试哦，我即摆都唔免读册啊。但是我刚才看到你们。喊啊叫啊，累不累啊？累。还有看到你们所展现出来的画的佛像、写的墨宝还有很多图案，并且还有陶瓷，还有做了很多的这个展品，已经你们成为专家了。比起来呢，你们不输他们。如果你今天没有参与，没有这些老师好好的教导你们，你不懂得那个技巧，那个生命等于就是白费、浪费掉。人生，咱这个生命，会当互咱好好的利用，这个呢，生命才有价值。未来林间大学嘛继续推动社会甲信众教育。同时嘛，甲各地民间团体合作发展社区服务计划，落实新建社区的理想。现在咱市的南台病院嘛有提供侪丰富的课程，亲像日文、电影、缠绕画等。如果想要持续学习的民众，嘛会使到佛光山南台病院询问。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着要迎接新的一年，佛光山南台别院特别举办了青人画花灯的活动。互家长带领着小朋友来体验着传统的文化，除了促进亲子的感情以外，也期待透过色彩缤纷的花灯带来吉祥甲平安。这届举办的花灯彩绘比赛，最后全部作品拢会挂伫咧南台别院当中。即马就带大家做伙来看卖。佛光山南台别院伫去年首次举办青人亲子花灯彩绘比赛，得到各界热烈的回响。所以今年嘛，伫12月30号、2019年1月5号甲6号这3天推出第2届亲子花灯彩绘比赛来迎新送旧。透过这款活动，互来参与的民众会当一面联络感情，一面画出美丽的作品。国际佛光会副理事长慈容法师表示，相信一家伙共同所画出来花灯，会当为这新的一冬带来更加幸福、平安加快乐。今天真是一个好日子，千年画灯笼，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年快到了，
每个地方呢，为了迎接新的年，所以呢，要人家节灯挂彩，这个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过这个年呢，带来新的年更幸福、更平安、更快乐。所以呢，今天所有的人带了全家的人一起来，共同把这个灯笼画得有它的特色。它就是呢，希望把这个美丽布满人间，因为美就是带来了欢喜，美带来了快乐，美带来了丰富的人生。所以他们今天的参与呢，这个就是在佛教来讲起来，就是欢喜布施，把欢喜布满人间，把幸福布满人间。祝大家新的年更加的幸福快乐。这摆主题是信仰加传承，希望这个大人加小朋友因为信仰伫日常生活当中得到温馨加幸福。所以现场嘛当看到侪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参与这摆比赛，展现出亲子温馨的画面。这个活动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啊，小朋友可以体验到那个他们想要的啊，玩到他们想要的画灯笼，因为这个也是比较像那个年节活动，所以全家参与还蛮快乐的这样子啊，希望这个活动呢大家都能一起分享这样子。因为这个主题可以表示出有个传承或神明的感觉。想要参加的原因是因为可以增进自己的技术，然后又可以比赛，然后可以看到别人画的怎么样，就观摩之类的。福光山南台北院伫每当农历新春期间，拢会举办艺文展演活动，邀请大家做伙来走春。同时在彩绘花灯卖挂伫南台北院灯饰，希望当点燃每一个民众心中的慈悲，传播光明加美善。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为着要将将军渔港变做一个有较侪观光客来佚佗的好所在，市府农业局争取了1200万的前瞻计划经费，要伫咧渔港内底来打造海洋平台，互游客会当伫咧这平台轻松坐咧啉咖啡、看风景，感受无同款的渔港风光。将军渔港为着要拼转型，吸引较侪观光客来到这个所在食海产、看海景，已经争取了前瞻计划1200万的经费，要来将这片空地打造成一个舒适的平台，互民众会当坐伫遮慢慢来欣赏到渔港的风光。嘛，因为这个所在拄好面对西方，所以在地人也大来推荐，未来会当到将军渔港遮来看夕阳。中央农委会协助会配合中央的政策来推动这个前瞻计划咱市府遮嘛个申请这个将军渔港迄个水环境计划第一期因为时间较迫所以咱争取到1200万的这个经费咱这个要改善将军渔港遮观光休闲的一寡设施大概就是讲咱有设置一个这个遮阳设施互咱的民众以后伫遮会当假日袂压雨一个真好优雅的这个好咖啡的迄个环境过来就是咱有设置一个海洋平台这个海洋平台的位置就是咱观夕阳上介好的一个位置以后这个平台完成了后，咱的民众会当来遮做拍照也好还是讲办活动一些年轻朋友想要一些休闲的活动都可以在这个平台来发挥。目前即马当咧进行的是第一期将军渔港的改造工程，市府农业局渔港以及近海管理所的所长嘛表示，一旦转型成功，未来会投入较侪经费，予将军渔港的硬体、软体观光设备更加充实，来吸引较侪观光人潮。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多云，有时好天，温度18度至26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
真感谢你的收看1月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祖和，咱再会。